咱国内有10大文旦产区哦，8月中就开始采收。今年文旦哦嘛拍入去超商的市场，阁有8盒的油啊通买。嘛因为中国禁止文旦进口，咱的农业部去年开始哦，嘛甲文旦外销到英国咯。来到连锁便利超商，会当直接买到一袋啊2粒的新鲜文旦。若讲感觉剥皮伤过麻烦，会当买已经切好果子肉的小包装。国内文旦产区为分嘉南到苗栗新北，再搁到宜兰台东花莲，8月中下旬开始陆续采收。伫农粮署辅导媒合之下，今年会当伫连锁便利超商一概买到10大产区的文旦。10大产区礼盒的概念，那是来自一个。像我们唱片的那个精选集，然后这是把最好吃、最棒的收在我们这个10大产区礼盒里面。全台湾文旦生产面积3816公顷，今年产量有果是7万多吨，比去年小可成长1%。农粮署表示，今年小果较济，品质较好。中国伫去年8月禁止柑仔类的水果蔬果，包括文旦。农粮署表示，确实有冲击，但透过加强行销甲加工，已经稳定市场的价销。今年继续拍拼，嘛强调全世界有真侪其他的市场。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唯一的市场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口173公吨，当中啊，英国有2.4公吨，以前我们根本没有尝试过卖到欧洲那么远。农粮署表示，过去当年大约出口文旦是4-5千吨，中国禁止了后，出口量减少1-2千吨。认为这颠倒，互国内调整产销佮转型。这届合作的连锁便利超商有4000多间分店，10大产区组成的文旦大联名，希望以各地酸甜回甘无共气味的特色来抢攻民众的胃。记者林明丹从微信报报道。